各位兄弟平安。咱这时来练习咱早起要吟的诗。首先，咱来练习圣诗581首，救主耶稣万福本源。托我到天顶，大家拢珍惜这条。
真好，咱日才到遮。来啊，咱着用耶和华唱歌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。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，用时光伊出欢喜的声。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名过拢总的上帝。咱三甲的人生信诗581首，救主耶稣万福本王，请起立来念全首。
咱三甲用心的改变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恁要尽心、尽心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请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心的改变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，请坐。咱三甲来讲读上帝话，启文26篇，诗篇103篇。启文26篇，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伊赦免你隆重的罪，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。伊用逐款好物，予你一世人满足。上主施行公义，上主有慈悲，有仁爱。伊袂久长责备，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。天离地有偌悬？东离开西有偌远？老爸怎样疼惜家己的囝儿？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。人啊，恁的生命亲像草，风一个吹就消失。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。就是才会遵守伊的约。上主一天顶设立宝座，有大权能的天使听从上帝的话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所有的天君执行伊的旨意的才使啊！伫伊掌管的逐所在、逐所有的被造物啊！爱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愿阳光、娱乐甲尊贵归伫圣父、圣子、圣神三位一体上帝。也愿上帝福气甲平安临到伫即个会中。全能永远的上帝啊，你的作为是伟大奇妙，你的道路是公义真实。愿因为捌体会你伫即世界甲阮身上所显明的恩典，就甘心乐意来到你的面前，奉献阮本身，予你做采用。天顶的爸上帝，愿为心底来感激你对阮的疼痛甲慈悲，因为你予圣子耶稣出世做人，有世间人的性情，佮替阮死伫十字架顶。爸啊，求你教示阮怎样学习主谦卑顺服的款式，互阮做一个基督徒来夸口，佮用十字架来起造上帝国甲你圣会一台湾社会的中间。全能的上帝，阮的心愿意，但是阮的信心不足有限。愿你照你丰盛的恩典甲美好的旨意来完成阮的心愿。伫即个时阵，我们搁一遍求你来安静阮的心，拍开阮的心门，来领受牧师今日要传讲的信息，
明白你的旨意，加添阮的信心甲信用，互阮所做一切事工，讲会当行通顺利来荣耀你的圣名。愿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圣歌队要带人来学乐。咱三甲来听上帝话，记载自旧约圣经民数记16篇第8节到11节，民数记16篇。摩西阁对克拉讲：
利比的子孙注意听。以色列的上帝，互恁对以色列的会众分别出来，互恁穿裙衣，办理上主会幕的事，搁徛伫会众的面前服侍。这敢是小可代志？上帝搁互恁甲你的亲族利比的子孙做伙穿裙衣，恁要求祭司的这份是无？你甲因即阵人联合，是得攻击上主。阿伦是啥人？恁既然对伊发出怨言。第二位是诗篇86篇第7节到第9节。上主啊，求你互阮经验你不变的听，将你的救恩赐互阮。我要听上主所要讲的话，因为伊要伫伊的子民就是圣的子民，应允赐平安欢迎，总是因毋通倒去行愚弄的路。恁一定会拯救敬畏伊的人，因为伊的阳光临到伫人的心内。愿上帝话赐福人。今日是教社奉献主日，欢迎南门教会地牧师来讲道。伊的讲道的题目是愚弄的道路。大家平安。今日是教社主日，伫遮甲大家做伙来分享。嘛唤起咱做伙关心，伫过来咱要公道的这个时间，当来表达咱对这个公道的意见。我想这是咱一个本分甲责任。虽然应该咱爱先听这个乡村人的声，到底咱是毋是应该去公道，将这个核电厂放伫因的所在，总是实际上就是安尼需要去公道表达咱的意见。互咱知互即个土地当得到保守，得到上帝的疼惜，我想这是咱的责任。今仔日我用即个主题甲大家做分享，叫做愚妄的道路。愚妄的道路，咱拄仔所读的圣经中间有一段第8节安尼写，诗篇85篇的第8节安尼写：我听上主的话。如果阮若无去行迄个愚妄的道路，伊就要将平安守赐予伊的百姓。这诗是即个可拉的诗，利未人可拉会互的所吟的诗，因伫会幕中间伫遐敬拜上帝、服侍上帝，因带众人伫遐敬拜，所以因伫因的服侍顶面尽忠职守。总是当咧吟这首诗的时，咱发现讲，其实伫因迄个世代，可拉的世代中间。利未人其实是一个真背逆的时代，特别是可拉伊家己组一个党，来反对当时的摩西甲亚伦的权柄，因想要夺权，因想要去主宰迄个权柄，迄是可拉迄个时代所发生的代志。所以对于因所讲的讲，阮若无去行愚妄的道路，上帝就要束缚互伊的百姓。所以迄是迄个时代可拉的时代所留落来一个教示，我相信伫今日。嘛要成做咱一个真要紧的一个警醒，甲咱的警戒，互咱也无去行因所行过即个愚妄的道路。所以用几样事甲咱做分享，头一项就是看清家己的调命，是讲看清家己的使命。民数记16章中间咧记载一个背叛的一个事件，这个事件是迄个利未人可拉伊所领导的一个团体。这起来反叛当时的这个摩西甲亚伦，中间包括真侪真重要的人，包括大坦、亚比兰、安，叫有250个领袖。这些人做伙组织来到伫摩西的面前，可拉大声安尼讲，恁伤过分啊！所以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我发现讲，哇，这咆哮的代志咆哮这项代志，古早就有啊咧，古早就有。可拉就是用这款的声哨，在对当时的摩西甲亚伦讲恁伤过分，恁伤过分，你为什么高举家己赢过会众？为什么高举家己赢过这百姓？为什么家己当作比这百姓更较牛的人？到底是啥较牛？到底是啥较牛？可拉讲这句话时，伊是在表达什么话？摩西听这话了后，伊拍落来祈祷，祈祷了后，伊甲可拉讲，遐所有军队人，迄250个领袖安尼讲。讲恁遮的利未人爱注意听，爱注意听。以色列上帝将恁对百姓中间分别出来，互恁接近伊，服侍伊，然后服侍遮的会众。恁敢认为讲这是小可代志吗？
你会当受分别来服侍上帝，这敢是小可代志？伊赏赐互恁甲所有利未人，即款的荣耀，恁阁想要得到祭司的职位吗？当可拉来到摩西面前，摩西就知讲伊要创啥货，伊想要做祭司，想要得到摩西的一个职分，得到亚伦的一种的职分，迄是可拉想要得到的代志。所以摩西讲：恁埋怨亚伦，其实恁甲恁个共党的人，恁是咧背叛上帝。恁埋怨亚伦，其实恁是咧背叛上帝。所以可拉的愚妄实在是讲，伊看清家己的吊命，伊无认为做利未人是严格的代志。伊心内咧想一个梦幻的职位，迄个职位就是会当做祭司。所以伊无伫个这份顶面尽忠，甲逐工伫咧想讲伊要做祭司。所以就联合其他的人来反对摩西领导的权柄。所以总是伊毋知，伊所对抗的毋是摩西，所对抗的嘛毋是亚伦，所对抗的是互赐权柄互摩西甲亚伦的是上帝。所以后来军队伊个人，就甲这当主席共款吼，拢做共款愚妄的代志，做共款的代志。所以军队共款的人所做的代志，有完是共款。所以隔日百姓起来，对因当主席的款的形态吼，开始指责摩西甲亚伦。嘛是大声咆哮，因为这个代志发生了后，上帝降灾下来处罚这个人，所以降一场真大的瘟疫，死14700个人，14700个人，这拢是无辜的人，这拢是无辜的人，总是伫因的罪中间所牺牲的人。所以后来做一届人口的普查调查了，发现讲其实。做歹代志的人，因的子孙竟然阁留落来。后来子孙，上帝阁保存因的性命，上帝保存因的性命，互因继续活着。所以有时阵咱会排反上帝，恁甲可拉遮人共款，咱会排反上帝。排反上帝讲，为什么将这上重要的职分，互别人去做？我拢做迄无要无紧的代志，别人拢做迄较看较好、较高贵的代志，我做的拢是一寡真卑微的代志。咱心内有时阵嘛会即款的怨叹。所以总是当咱怨叹的时，咱做工课，咱就无气力；咱做工课，咱就无迄个心，咱无想要将咱应该做的代志，无家己做好势。就亲像可拉共款啊，伊看见做利未人的吊命，伊无想要专心做好伊的工课，逐工就咧想迄个梦幻的职位，想要做祭司，想要做祭司。总是耶稣安尼讲，人若伫小事的顶面忠心。伊伫大事的顶面嘛会忠心，伫小事的顶面不义，伫大事共款也是不义。所以如果咱若慢讲上帝互咱一个较大的使命的时，就亲像耶稣所讲的，伊应该爱伫迄个小事的顶面来忠心。小事顶面忠心的时，那安尼才有机会得到上帝较大一种的交托。就亲像咱伫这场顶面，咱需要得到咱的头家的认可。毋是讲头家感觉咱做的代志是好的，感觉做了袂歹，做了真好，得到肯定。服侍顶面嘛是安尼，咱期待得到上帝的肯定，互上帝当作看作是一个好的萝卜，当认真伫咱的本分的顶面。所以咱上界期待就是讲，有一天咱去面对上帝的时，主会甲咱讲好个真中的萝卜，好个真中的萝卜。所以耶稣安尼讲，你若伫无济事的顶面忠心，我要分派你管理迄个济，你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这是咱做萝卜人的一种的想法、姿态。毋望耶稣基督，毋望上帝，领受，会当接受咱伫伊面前所做一切的服侍。所以耶稣讲，好个真中的萝卜，你伫小事的顶面忠心，当管理来10个城。咱有权柄来管理10个城。伫小事顶面忠心的时，上帝就会交托咱迄个更较大的。所以要紧的是讲，伫现在你所领受的吊命顶面，是毋是有忠实你的使命？当然，可能无的确有其他的想法，可能是干那想要证明讲家己依然有能力，甲摩西共款，甲亚伦共款，有迄种的价值。总是为着这个代志，为着这款的想法，去做一件真上界无好、上无可取的这个代志。所以看见伊的吊命，伊无尊重上帝予伊的这款的职分，叫致到引起上帝真严厉的这种的审判。
这是上界无可取，也是上界可惜的一个代志。这是头一项。第二项是陪伴的福气。第一项是看清家己的使命，第二项是陪伴的福气。出来记的过程中间，咱看圣经，咱就知影讲，其实百姓常常对摩西有埋怨，有怨言。毋过通常的怨言拢是无物件通食啦，无肉通食啦，无水通啉，大概拢是民生的问题来甲摩西埋怨，是常常看到的。总是即届无共款啊！即届来是为着摩西甲亚伦伊个领导的权柄来，所以可拉甲遐会众做伙来到摩西甲亚伦的面前。甲因大声甲因讲，恁伤过分。全体百姓拢嘛是属于上帝吼，我嘛属上帝，恁嘛属上帝，咱拢是共款的人啊。为什么恁高举家己，赢过所有的会众，赢过所有的会众，将伊的百姓，将伊的人民，将这人民吼，当作一种的筹码，当作一种的类比的筹码，讲大家拢共款，心内确实是替这会众想，佮毋是伊想要家己得到家己的政治上的一种的利益，所以总是可来到底凭什么口气，让这么大声去嚷当时的领导者，当去嚷摩西，当去嚷亚伦，为什么伊凭什么会当讲这话？像犹太立碑的释经书哈，中间咧写，伊写了可拉，用可拉伊去陪伴摩西亚伦，可能是有几种的原因啊，伊心内不服，伊有几种的不服伫内底。头一项，伊对伊家族的地位不服。那照伊的族谱在看的时，因拢属于利未支派，摩西亚伦嘛是属于利未的支派，而且可拉伊是以哈斯的大囝长子，所以伊甲摩西亚伦算作是结拜兄弟啊，结拜兄弟，迄同辈啊，同辈，而且可拉年纪搁较大，可拉年纪搁比摩西搁较大，所以可拉甲亚伦是同辈中间年纪上年长的。总是可拉并无受到摩西的重用，摩西已经做领导者，总是伊并无去使用可拉，无去重用伊，所以可拉心内真不服，伊对这个家族非常的不服，所以特别到后来，伊是沙反，另外一个这边兄弟伊搁较细汉，竟然后来做高合宗族的领袖、首领，竟然佫无轮到伊，所有好康啊拢无轮到伊，所以伊就心内对这个家族有真侪的不满伫咧。第二项。伊对受派的这份不服，所以可拉的晚辈亚伦的4个囝，迄个是伊的晚辈，后来拢受抹油做祭司的。伫后面的人拢做祭司啊，伊还毋是，啥物拢毋是，所以心内是真无爽快。所以这做长辈的人，伊竟然祭司嘛无轮到伊，所以心内真正是愤愤不平。第三项，伊对上帝的权柄不服，这是伊长期以来的一种的不满。为什么上帝要将这个权柄交予摩西甲亚伦？要交予摩西甲，为什么无交予伊的？若要轮回，伊嘛是轮辈，伊嘛是内底上界上年长的人，竟然嘛毋是伊的。所以后来伊就用一个理由，讲这两个人摩西亚伦高举家己，赢过所有的会众，拢是照你家己所要爱的去行，你讲的拢对，恁讲的拢对。所以这就是伊心内一种的想法。所以合理认为讲，亚伦的4个囝会当做祭司迄拢是摩西安排，迄拢是摩西安排。为什么？因为亚伦是伊的亲大兄，我这8大兄伊无囥在眼内，所以亚伦的后生拢做祭司，是袂轮到我。所以现在其实有真侪的不服甲怨言伫咧。摩西当然真清楚可拉的想法，所以摩西甲因讲：恁咧埋怨亚伦，其实毋是恁是咧背叛上帝。上帝并无将这份交代你，上帝互你真清楚利未人的使命，总是你无看重这个，反正看轻迄个。所以恁咧埋怨亚伦，其实恁是咧背叛上帝。所以可拉背叛，基本上是心内无平衡，心内有真侪会不服伫地。所以感觉家己无受重视，感觉家己真可怜，心内就产生怨妒的心，叫这怨妒的心，就互伊做出真可怕的代志。带队出来反抗当时的领导者，做这个叛变的款的行动。有一个故事，人讲这是东方式的嫉妒，东方式的嫉妒。一个人，有一天伊碰到上帝，
上帝甲伊讲，我当满足你任何的心愿啊，总是前提哈，是当你若得到1分的时哈，你的厝边会得到2分；你得到一项好处的时，你的厝边得到2分。讲起头这人也真欢喜，总是哪想哪毋对。啊，我若得到一块土地，安尼我厝边得到2地，我得到一箱的金仔，伊就得到2箱的金仔，什么物件伊拢得到我2分。所以实在看袂过。伊凭什么吼要得到我的双倍？凭什么得到我的双倍？所以后来就想了后，心内哪毋甘愿，就甲上帝讲：啊，无上帝啊，你压我一蕊目睭，将我一蕊目睭挖去。心内想的是，我厝边将厝以后就青命啊。所以人无法度看见别人的好，人无法度看见别人的好。当别人变啊较好的时，咱心内就有一种的怨妒出来。咱心内就有怨妒，所以这是人性真可怜的所在。所以人性的无平衡，心理的无平衡，会互人变成是残忍，会将所有的物件拢变成这美好的物件，拢变成是这个怨妒的陪葬品、嫉妒的陪葬品。那呢，其实是真可惜的代志。迄个19世纪的这个哲学家伊咧讲，伊讲有怨妒的心的人。家己做袂成伟大的事业，就是尽量去看轻别人，然后呢去贬低他人的伟大，互别人看起来甲伊共款啊，互别人看起来甲伊共款。其实我感觉迄个讲了真客气啊，绝对毋是共款啊，绝对毋是共款，是将别人笑愈加吼，家己显出家己的即款的厉害。所以人的人生是安尼，人的人生是安尼。所以保罗安尼讲，伊免的菲律宾的信徒讲，爱存心谦卑，逐人看别人比家己较高，逐人看别人比家己较高，这是一款谦卑的想法。所以服侍顶面嘛是共款安尼。咱有较侪谦卑的时，咱就会当减少真侪怨妒，袂因为别人比咱较好，咱的心就无平衡。所以保罗另外一个所在，罗马书讲爱彼此同心，毋通意志关单，爱切就卑微的人，毋通掠准家己聪明，毋通掠准家己真聪明，爱谦卑。第三项，自以为是的态度，掠准家己真敖，掠准家己真敖。摩西心内安尼想，既然利未人恁想要做祭司，好啊，好啊，无就互恁做祭司嘛，不要紧。所以总是爱互上帝讲。上帝感觉恁来当做祭司，恁就做祭司，不要紧。所以互上帝来判断。所以摩西甲因讲，你甲可拉讲，甲恁250个领袖做伙来，炸香炉内面爱炸火炭，炸炭火，然后呢，佮炸香来啊，搬来哈。明仔载甲阿伦徛做伙，徛伫会幕头前，互恁看起来亲像祭司共款啊。所以其实摩西咧讲这话中间甲伊进前甲因讲过话，其实可拉并无将这话听入心里，应该听拢无听入去啊。隔工真正炸香炉来啊，炸香炉，佮炸炭火来啊，徛伫会幕头前，徛伫遐，甲阿伦排一排，看下敢若祭司的，看着足像祭司的款啊。叫后来上帝生气啊，生气因所做的代志，伊就消灭遮所有的利未人。摩西甲阿伦徛伫边仔看着咧，真着惊。赶紧拍落来祈祷，求上帝停手，莫去施行因的审判，总是已经袂赴啊。可拉受了上帝的这个人受了上帝的审判，土地拍开了后，人拢摔落去，然后呢，佮降火，烧死250个这个领袖。这是上帝对因的审判，总是圣经并无记载讲到底是甚物所在发生这个代志。并无记载这个事，总是让真清楚的是，上帝并无欢喜因所做的代志，可拉甲伊的共同所做的事，上帝并无欢喜。所以后来亲像摩西所讲的，因掠准家己所要爱，就是讲因敢若自以为是，感觉家己真厉害，想要得到祭司的这份，甚至想要摩西的权柄，总是随上因并无受呼召做这个事。嘛无受呼召做祭司，因只是借着正人的即款的群众势力来甲摩西甲阿伦施压，来甲因挂一个罪名，讲恁高举家己，恁高举家己。所以
主要目的就是毋茫讲摩西亚伦，伊会当放弃因的即份，然后放弃因的权柄，然后呢，重点是换我做，重点就是换我做。哦，这是可拉的一个想法，伊想要做以色列的领导者。所以即款真超过的即款的举动吼，摩西其实早就已经甲因讲啊，甲因警戒，恁甲恁的人，恁共党的人，恁组织，恁是咧攻击耶和华，恁看下是咧反对阮，总是毋是？恁是咧攻击耶和华，恁是咧背叛上帝。总是可拉甲所有人并无听入这个话，最后就得到上帝真严苛的一种的审判。上帝用审判来回应因所做的代志。有一个故事，听讲是发生伫1995年10月，后来证明讲这个故事只是一个故事，伊毋是真实发生的代志。总是这个故事依然有真启发性的一个所在。这个故事是咧讲这个加拿大这个海岸管理局，甲这个美国海军的舰队做伙伫通话，无线电通话的一个故事。迄天天气无真好势，看也真暗，然后佫起大蒙雾。加拿大这边海岸管理局就用无线电甲因讲请改变恁的方向南15度避免咱烧弄避免碰撞。美国迄边讲建议恁改变你的方向北15度避免碰撞。迄个美国迄边佫一摆强调讲我是美国军舰的舰长，我佫讲一摆请改变你的方向。加拿大讲毋是，我佫讲一摆改变你的方向。两个人在相争，后来美国迄边讲，阮是航空母舰林肯号航空母舰阮是第2大舰队，甲阮做伙有3艘驱逐舰、3艘巡洋舰，佫有足侪只的支援舰，阮是规个大的舰队做伙行的安尼啊。迄个甲伊讲，阮要求你北15度，佫讲一摆北15度，若无阮就采取反制措施，开始要用武器啊，对啊。迄个加拿大迄边怎忽然间怎定的，忽然间怎无讲话，然后讲一句话，讲这里是灯塔这是灯塔，你看着办你看着办。1995年开始，做一人讲这个故事，嘛伫。真侪这网络顶面拢咧讲这个故事，听起来真趣味。2004年的是，这个瑞典航海仪器的公司真正用这个故事去做一个广告，迄个广告叫船长，然后竟然得到当时这个康桥国际广告节的铜狮奖。这个表示这个故事真好，竟然佫会得奖。其实故事的目的是咧甲人讲，爱会晓变通。嘛毋通自大，因这对你来讲拢是毋好诶代志。爱学习去了解家己诶处境，这个是重要。所以可拉诶问题是将家己看了伤重要，将家己看了伤厉害。所以伊认为这个体制对不起，感觉家己意见真要紧，因为这个世界应该爱教我艺术。咱是毋是有甲可拉有共款诶想法？认为咱家己诶意见真要紧，认为这个世界应该爱听咱诶。今周刊内面有一篇文章叫“自以为是的心态”，会阻止你成功。也是咧写一本册的书摘，做几项的摘要。这本册这个一个心理治疗师叫艾美莫林所写，内面有一段话咧写，伊讲：当你得袂到你想要爱一切时，这个自命不凡的这款的心态，会互伊变成是万分。你开始会感觉讲你家己是受害者。你别个欢喜你家己所得到的代志，也是去享受你当地参与的代志。敢若心内咧想讲，总是咧想我欠缺啥物，我失去啥物，我无得到啥物，所以你就无法度做其他的代志。所以你有可能就安尼丧失人生上介好的体验。所以当你家己感觉真重要的时，有时阵你就会失去其他真正美好的遮个代志。这个中国大学内面，这老子《道德经》内面有一段话，伊咧写：气者不立，化者不勤，自见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无功，自矜者不长。什么意思？伊讲一个人若软骹尾，伊就徛袂久；一个人若下大步，伊就行袂远；一个人若伤主观的时，伊就无法度明察秋毫；一个人伤自以为是的时，伊就无法度明辨是非。一个人若自我夸耀的时，伊就失去伊的功劳；一
这人自高自大的时呢，伊就不能长久得志，意思是伊袂成功啊。这人自高自大的时是袂成功的，所以人贵自知，自知者明。真侪代志顶面，咱爱真清楚家己，咱无妄自菲薄，总是咱嘛无过头去看淡家己。我想这是咱的一种的思考甲态度。了解家己的身份，会帮助咱无去行迄个考拉所行过迄种愚妄的道路。所以考拉所行迄个愚妄的道路，对咱来讲是一个真宝贵的一种的经验甲晓悟。上帝伫考拉的罪恶中间，伊施行上帝的审判甲公义。总是上帝对考拉的后代呢，却是显明伊的阻碍。上帝竟然伊原是疼考拉的后代，疼惜因。所以上帝毋但干留因的后代啊，上帝甚至伫因后代中间兴起一个真优秀的人才，叫撒母耳。互撒母耳做士师、做先知、做祭司，用即款的身份，真特别的身份来服侍上帝。这是上帝对这个家族的一种的怜悯。所以考拉互下诗到哪共款啊？后来对咱讲话，伊讲我听上主的话。如果阮也无去行愚妄的道路，伊就要将平安赏赐互伊家己的百姓。所以离开愚妄的道路，这是考拉互下所留互咱一个上界宝贵一种的经验。咱同心来祈祷。现在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对你的话语中间，完全清楚，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，是阮路上的光。今日借着考拉的故事，去一摆提醒阮。阮无行伫愚妄的道路的顶面，主求你赦免阮，常常看轻你的呼召，总是感觉家己的这份无够尊贵，心内怨妒别人所拥有的，却忽略你伫阮身躯边、阮身躯顶的一种的心意，帮助阮伫每一个小事的顶面来重视，也知阮每一项的服侍拢是尊贵的服侍。主求你除去阮心内一切不平、怨妒。骄傲以及自我的中心，免得阮亲像考拉共款，因为心内不满偏离正路，帮助阮看见真正的领袖，毋是高举家己，乃是存心谦卑，顺服你的带领。恳求你帮助阮，正做你忠实的奴仆，伫教会中间来各尽其职，互相尊重，彼此成全。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三个来念回应诗第303首，主，我要学了你。
是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。请起立。请坐。这是我来报告。本周拜三8月20，咱的巴克利圣经学堂，即礼拜要读的经节是马太福音第8章第18节到34节，请兄弟准时来参与。今日是教会社会奉献主日，咱搁一遍来欢迎南门教会地牧师来讲道。咱本堂的老牧师是前派到看西街教会来交换讲台，请兄弟继续为着南中教社部的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。今日咱的团契消息，我来报告。儿童主日学的当天是昨昏甲今日前往恒春的灵修旅游员工传道带队，请人为着这项代志来代祷。后礼拜圣歌队一拜六23号甲24号嘛要前往台东神冈教会来灵修旅游，老牧师要带队也嘛些为着这项代志来代祷。我要补充报告一项，就是咱的101的展览当中，和老师今日会来到咱的会中，甲咱大家见面，来分享伊的作品。欢迎大家一礼拜三会当过迄边来做伙来参与。这是我来报告团契的消息。第一点，妇女团契是今日10点46分要至社区发展中心松大教室来举行年会，请客友踊跃来参加。监选的长老是蔡姓家长老、宾安利长老甲张志峰长老。家庭团契要至8月31日礼拜三
嘛是一社区发展中心常年大学来举行来年会，也请客友踊跃来参加。监选的长老是老客김长老、戴志勋长老、洪少倩长老。以上报告。咱即马来读今日的金句。咱做伙坐声来读两遍。我要听上帝所要讲的话，因为伊对伊的子民就是圣的子民，应允许平安繁荣。总是伊毋通倒转去行愚弄的路。诗篇86篇第8节，搁一遍。我要听主上帝所要讲的话，因为伊要对伊的子民，就是圣的子民，应允许平安繁荣。总是伊毋通倒转去行愚弄的路。诗篇86篇第8节。这是咱要来念上用的诗393首，俄勒专灵稳定主宰。临时后请牧师来祝祷。当愿主的话正做恁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互恁离开愚妄的道路，心存谦卑，顺服完成主所交托的圣工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，以及圣神的感动引带，常常甲恁伫地，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彼得